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网络顶出现一个犯罪集团，专门来诱骗运动选手来翕本爱画面，因利用水查囡仔、囝仔甲当事人私信谈恋爱，趁机会把本爱画面录落来，然后抛就网络来贩卖。被害人大部分拢是生做真将才的运动选手，因是怀疑家己的个人资料去互偷卖，互犯罪集团来锁定。也毋过大多数的人拢唔敢来讲，都惊代志若曝空，恐惊因的运动生涯就毁掉了。那时候是还蛮紧张的，怕会影响到以后的名誉啊。 伫网络看到一寡无正经影片，被害主角毋知要安怎较好。当初一个小姐透过网络介绍性恋爱，想袂到却是恶帮的开始。脱衣服啦，做一些猥亵动作啦，做一些猥亵动作，一样你照着做吗？会要求。因为爱情煞失去理智，结果一寡无正经影片被抛上网络去转卖。这影片每一支为2000块到几啊万块拢有，被害人估计有几千人，大部分是外形较好的运动员，嘛有真侪出名的选手。 因怀疑讲个人资料，互人偷卖去被锁定，甚至有运动员的相片嘛，互人偷用。信件跟私讯几乎每天都会有这样的，影响工作，还有我的名誉。犯罪集团利用美女骗被害人，趁机会录一寡本啊无正经影片。想讲这网站拢架设伫国外，国内法律恐惊嘛无有法度。我们不是人家的会员国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这个删除。大部分都是有论到说，就是235散播一些物品罪。 有被害人烦恼讲，这个代志若公开会毁掉运动生涯，冇人拍算要报警。法界人士认为讲，虽然事情是双方甘愿的，不过性运输牵涉到刑度5年的告知法，嘛法官因为告罪的角度去审理这案件，阻止类似的不法行为。